Two's Complement 8bit 二進制補碼，面前呢個 bit pattern 有8 bit， 由右面數起呢個係1，呢個2、4、8、16、32、64，而最尾呢個 bit 就係-1、2、8，咁所以2加8等於10，咁呢個 bit pattern 代表正10，咁而下邊呢個 bit pattern 最尾7個 bit 係相同，咁所以呢個代表10，而最左邊呢個 bit 係代表-128，咁所以-128再加10就係-118，中間呢個係10，如果我想要代表-10，咁個 bit pattern 應該係乜嘢呢？負數嘅話呢，左邊一定係1，代表-128，咁-128再加幾多係等於-10呢？咁答案係加118，咁118嘅 bit pattern 呢就係呢一個啦，呢個2，呢個4，呢個16、32、64，咁所以加埋晒呢就係118，118再加翻-128，咁就係-10嚟噶啦。喺呢個網頁裏面我可以修改裏面嘅數字，例如我將佢改做3個1啦，咁呢個代表14，如果4個1嘅話呢，呢個代表15，-128再加上15呢就係-113。除咗數字可以改之外，亦都可以撳呢一個掣出個隨機數啦。隔離有個掣叫 Max， 撳落去，咁呢個就係8 bit 嘅 Two's Complement 最大嘅數值，就係127。咁最後另一個網頁，我哋可以將兩個 bit pattern 加埋一齊，左邊呢個係 A， 右邊嗰個係 B。A 代表-52，咁而 B 代表-76，兩個加埋-128。下邊有10幾個不同嘅 bit pattern， 咁我哋可以揀唔同嘅 bit pattern。例如呢一個-58再加個-128，咁係-178，咁咪 overflow 咗，因為8 bit Two's Complement 最細嘅數值係-128，所以-178係超出咗個範圍。